等一下，监控室啊，这厨房里面没发现偷食物的，但发现了个偷家杀弟啊！他这么大个熊，你在监控室里看不见吗？怎么还让我过来看看呀？我1个月就挣3000块钱的工资，你让我在这里玩什么命啊？我们保安他只是一线岗位，但不是一次性岗位耶，罢了！当初过来工作的时候，我签的是劳务合同，又不是卖身契耶。